翻嚟繼續收睇我嘅 channel。今日我要講呢就係新勇者技能啦。嗱，咁喺度可以見到呢，人魚招技就係全體攻同埋附加一個浮空效果。浮空呢個效果呢，就係令到人哋一段時間無法攻擊同埋消化結晶。嗱，咁喺度見到水龍招技好似冇乜嘢咁，但係佢係可能會附加埋一個擊暈嘅效果，因為我見到水龍王招技呢都係咁樣嘅特殊技，因為水龍王招特殊技都有附加擊暈呢個效果。咁好啦，依家到八爪魚啦，八爪魚呢就係單體攻擊嘅。咁見到呢，火柱周圍呢都有啲黑色咁嘅液體喺度，我估佢招技能係附加埋致盲嘅。咁致盲係將命中率降低0% 嘅，所以係一個好 OP 嘅技能嚟嘅。我分享嘅影片就係到此為止。如果中意我呢啲咁嘅分析嘅影片嘅話，就訂閱我啦，我遲啲會再出多啲嘅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